而家 BB 開幾多？飲幾多餐奶啊？飲3餐。3餐奶，早午晚 OK。晏晝2餐飯咁咯。OK， 嗱咁樣，如果佢食飯仔食得唔開胃咧，你就4餐奶，就轉翻，因為飲奶嘅營養最容易吸收。咁第二咧，我個藥咧你就一包裏面可以分2次，咁然後咧沖埋啲奶度俾佢飲，咁佢睇下佢應該就唔覺有咩特別嘅，係啦，正常啲小朋友都飲嘅。會係朝頭早飲嗰餐。朝早晏晝最好，因為咧如果朝早晏晝有咩唔舒服咧，你都可以容易搞屙啊成，你都容易啊嘛，係啦，咁咧就一般就冇乜大嘅問題嘅，咁你食咗之後咧就可以化到啲痰啊同埋咳咁咯。好似你呢個情況咧，佢又唔飲奶，又唔肯食藥，又周身頭都痕埋咧，可以用藥浴同小朋友沖涼。沖涼嘅藥浴咧，第一咧佢可以有幫佢解表啦、出汗啦、發燒啦。佢沖完之後咧，喺皮膚都可以吸收到一定嘅藥性嘅，藥性吸收到咧，佢乾熱退燒咧係速度可以好快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佢呢個情況咧，可以一日沖2到3次，每次沖完之後咧，用身體同佢好似佢適應咗呢個玩水嘅感覺咧，咁佢啲藥性入到佢身上咧，亦都可以解決到佢發燒嘅不適。